OK，practice paper 第40條題目就話喺 figure 入邊 A 係 common centre of 兩個圓形，咁一大一細啦嚇，咁 B、C 係大圓形嘅其中一條 chord，咁同一時間掂住個細圓形喺 D 點。換句話嚟講，其實 B、C 係 tangent of small circle， 跟住啦 A、D 就一直延伸去到 E 點，咁就掂到個大圓形啦。咁 E、D、A、F 四點係 collinear 嘅。即係換句話嚟講，呢一條係直線。咁如果 BC 等於24 cm， 然後 DE 等於8，咁就問你 EF 嘅長度係幾多？咁首先啦，因為呢一點係圓心，而呢一條線穿過 chord 啦，咁就一定係將呢條 chord bisect 咗做兩等份。咁所以咧，呢一條24其實可以分做12、12，然後呢一條邊等於8。咁我哋從個圓心開始諗啊。如果我哋將 AB 連埋一齊，咁我哋當呢一條係 R， 咁呢一條都會係 R。咁但係因為呢一條等於8，咁所以咧呢一條就等於 R 減8。咁我哋考慮呢一個直角三角形啦。咁因為呢條係 radius， 呢條係 tangent， 咁所以呢一隻角係直角三角形。咁呢個三角形咧就係一個直角三角形啦。咁我哋考慮呢個直角三角形，用 Pythagoras theorem，R 減8嘅 square 加12 square 等於 R square， 咁 R square 減16R 再加64再加144等於 R square， 咁兩邊都有 R square 就約咗佢啦。咁 16R 就等於208，咁 R 就等於13，咁所以咧呢一條等於13，呢一條等於5，咁所以啦 EF 嘅長度就係8加5加5等於18，咁所以咧答案就係 C 啦。